近日香港中文大學多個學生會宣布停運，學生嘅代表性面臨挑戰。繼逸夫書院學生會喺21號宣布即日起停止運作之後，伍賢孫書院嘅學生會喺23號嘅傍晚亦都發出通知，表明該書院嘅學生會將暫時停運，直至完成法律註冊程序。呢一系列嘅決定唔單止影響咗學生嘅代表性，亦都引發咗對校方政策嘅質疑。根據伍賢孫書院學生會發出嘅通知，書院學生會目前仍然喺度等待法律註冊嘅程序完成，並強調在此期間，書院將承擔所有學生團體嘅事務。呢一個政策嘅實施係根據校方嘅要求，目的係為咗確保只有依法註冊嘅學生組織先至能夠運作。中大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重申校方唔會承認任何未經獨立註冊嘅學生組織。逸夫書院學生會嘅停止運作，標誌住學生會超過35年歷史嘅一個重要轉折。逸夫書院學生會嘅幹事會主席郭家寶同埋代表會主席孔俊賢喺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話，表達咗對校方決定嘅失望，亦都擔心學生將會失去一個重要嘅意見表達渠道。佢哋指出，呢一個決定可能令到學生喺校內面對問題嘅時候缺乏有效嘅代表同埋支持。喺呢個背景之下，伍賢孫書院嘅學生會亦都反映出類似嘅擔憂。儘管校方表示將會鼓勵學生參與團體嘅活動，豐富佢哋嘅學習生活，但喺缺乏正式學生會嘅情況之下，學生嘅聲音點樣會被聽見，成為一個值得關注嘅問題。中大喺2021年已經要求所有學生會進行獨立註冊，而目前已經有4間書院嘅學生會宣布停運。咁學生嘅代表性同參與嘅權益到底會唔會進一步受到削弱呢？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歡迎留言講下。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 繼續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嘅片。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Channel V 自開台以嚟承蒙厚愛，多謝大家一路支持。與眾不同嘅經歷造就我哋與眾不同嘅未來。有大家嘅支持，更加係我哋以民為先、堅持報道嘅動力。好多朋友都問點樣可以實質支持，今日話俾你聽。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4種唔同嘅計劃任君選擇，亦都可以自由定價支持我哋。詳情可以登入以上連結。Channel V 會繼續為民請命，抱打不平，記得登入連結。多謝各位支持。